Rejune 經絡美肌再生乳霜，令你釋放完美絕色人生，注入天然再生能量。採用純天然中草藥成分，結合尖端生物科技製造而成嘅美容產品。主要成分：白麝香、野迪韋草萃取精華、月見草油、橄欖油精華、蘆薈精華等多種植物精華成分。加強版配方能有效激活生命再生根源，令維繫生命重要的三大元素氣、血、氧回歸正途。加強版添加咗白麝香精油成分，主要作用加強調節神經系統，令腦細胞更有活力，增強記憶力，同時降低情緒低落嘅作用，令身體重新出發，煥發光彩。你的養生美肌霜 Rejune